女人有冇出軌根本唔使去問佢，睇呢3個地方你心裏邊一清二楚。好多男人見到老婆偷偷摸摸覆信息，或者最近成日揾藉口遲返屋企，第一反應就係沉唔住氣，直接衝上去搶佢部手機，大聲質問佢係咪喺出邊有咗第二個。但呢個係天底下最蠢最攞命嘅做法。你只要未將佢捉到正喺酒店房入面，佢絕對唔會認，反而會當場倒打一耙，鬧你小心眼，鬧你黐線，甚至將頭家過唔落去嘅責任全部推晒落你身上。等你同佢嘈完呢場交，佢擰轉頭就會將所有嘅聊天記錄轉數明細刪到乾乾淨淨，連密碼都全部換過晒，順便同出邊嗰個男人夾好口供。到嗰陣時，你連一條毛嘅證據都冧唔到，反而成為咗屋企嗰個無理取鬧嘅罪人。所以真正聰明睇透人性嘅男人，發現老婆唔對路，從來唔會出聲，只用眼去睇。因為一個女人只要喺出邊發生咗實質性嘅關係，佢生理上嘅反應同喺屋企散發出嚟嘅氣場，絕對會發生鐵底嘅改變。呢個係本能，佢想忍住都忍唔住。今日呢條片，我唔同你轉彎抹角，直接教你死盯住佢身上嘅呢3個地方，只要對得上，無論佢把口講得幾好聽，你心裏邊都應該明白係點一回事。第一處地方就係佢嘅對眼同眼肚，呢個係最能夠暴露佢身體狀況同內分泌變化嘅生理死穴。你睇佢嘅時機好重要，唔好喺佢化住濃妝黐住假眼睫毛嘅時候睇，要喺佢夜晚落咗妝或者朝早啱啱瞓醒，成個人最放鬆嘅時候，你唔好出聲，就自然咁盯住佢對眼去睇。首先睇佢嘅眼神係咪突然之間變得水汪汪。一個女人如果生活平淡，日日就係圍住老公仔女同個灶頭轉，佢嘅眼神通常係平靜嘅，甚至有啲攰同呆滯。但係如果佢最近喺出邊有咗新嘅感情刺激，有一個可以俾到佢大量情緒價值同新鮮感嘅男人，佢嘅身體係會產生劇烈嘅化學反應。呢種刺激會導致佢嘅內分泌同荷爾蒙發生劇烈變化。最直接嘅外在表現就係佢對眼會突然變得非常明亮，眼波流轉，水汪汪，就好似隨時含住一泡眼淚咁。喺傳統嘅相學入面，呢種眼睛叫做桃花眼。呢個唔係因為佢睇咗咩感人嘅電視劇，而係因為佢而家正處於情愫同新鮮感極其旺盛嘅階段，係生理機能被重新激活嘅本能反應。你望住佢對眼，你會覺得佢好似突然間後生咗幾歲，眼神入面透出一種收唔住嘅春心撲樣。呢個就係最明顯嘅信號之一。睇完眼神，視線向下移少少，重點睇佢嘅眼肚，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淚堂或者臥麻兒嗰個位置。呢個係極其關鍵嘅一個雙學特徵。呢個位置喺傳統面相入面係直接對應人嘅賤氣嘅。如果一個女人每日按時作息生活規律，佢嘅眼肚顏色應該同塊面其他地方嘅膚色差唔多。但係如果佢最近喺出邊有咗頻繁嘅男女生活，佢嘅精力被大量消耗，佢嘅賤氣就會出現明顯嘅雞損。呢種雞損反映喺塊面度，就係佢嘅眼肚會突然變得暗沉發青，甚至喺完全冇化妝嘅情況下呈現一種唔正常嘅粉紅色或者紫紅色。呢個唔係因為佢捱夜睇手機冇瞓好而造成嘅普通黑眼圈，捱夜嘅黑眼圈係浮喺表面嘅，而呢種因為撳氣消耗過度引致嘅顏色變暗，係透住一股疲態由肉入面近出嚟嘅。女人自己可能都會發現呢個問題，所以你會留意到佢最近出門口之前喺對眼下面搽嘅遮瑕膏越嚟越厚，但係到咗夜晚落咗妝，嗰種真實嘅溪胸狀態係根本掩蓋唔到嘅。佢把口可以講大話，可以話你知佢日日喺公司加班好攰，但佢嘅內分泌同前氣絕對呃你唔到，眼神飆忽帶水，眼肚發黑發紅。呢個就係佢喺出邊搞到攰晒嘅最貼嘅生理證據。睇完對眼，你要睇嘅第二處地方係佢嘅嘴唇特徵，以及喺面對你試探嗰陣，佢嘴部極其微小嘅下意識反應。先睇嘴唇嘅形狀，喺傳統嘅相學邏輯入面，上唇代表一個人嘅情，下唇代表一個人嘅索。你仔細觀察一下，
如果一個女人嘅下唇明顯比上唇厚好多，甚至有啲外翻呢種面相嘅女人，天生喺生理同心理上都係重俗輕情嘅。重索嘅女人有一個最致命嘅弱點，就係佢極度怕寂寞，佢對平淡婚姻嘅忍耐力非常之低。當人到中年，婚姻進入平淡期，當你每日忙住做嘢，忙住賺錢，或者當你身體攰，冇辦法俾到佢足夠嘅情緒價值同親密陪伴嘅時候，佢嘅心理防線係非常脆弱嘅。只要出邊稍為有個識啲套路嘅男人俾啲甜頭佢，對佢噓寒問暖，或者俾啲新鮮嘅刺激佢，佢就好容易踩過界。呢個唔一定係因為佢對嗰個男人有幾深厚嘅感情，好多時候純粹係為咗滿足佢自己內心冇辦法壓抑嘅渴望同對新鮮感嘅追求。當然淨係睇面相係唔夠嘅，面相只係一個基礎嘅概率，真正令你鐵底確認嘅係佢遇到突發試探嗰陣嘅下意識反應。呢個試探唔使搞到驚天動地，你只需要喺一個極其平常嘅環境入面，扮作不經意咁試佢一句。譬如你哋食緊晚飯，佢心情仲幾好，你突然間用好隨意嘅語氣講一句係，我尋日下晝喺一個商場附近好似見到你部車，你尋日下晝冇返公司咩？呢個時候你唔好耷低頭食飯，你對眼要死咁盯住佢個嘴嘅喐動。如果佢係一個心入面冇鬼乾乾淨淨嘅女人，佢嘅反應會非常之自然，佢會一邊夾餸，一邊順住你嘅說話去回憶，然後好坦然咁話你知，你肯定睇錯啦，我尋日下晝一直開緊會，或者話我尋日下晝確實出咗去辦啲事，然後詳細咁將件事嘅經過講一次。佢嘅表情係放鬆嘅，冇任何防備嘅。但係如果佢尋日下晝真係喺出邊同第二個男人約會，你呢句看似唔經意嘅說話，對佢嚟講簡直就係平地一聲雷。人喺受到極度驚嚇同心虛嘅時候，身體係會有微表情控制唔住咁流露出嚟嘅。你盯實佢個嘴，佢聽到呢句話嘅0點幾秒之內，夾餸嘅動作會停頓，然之後佢會下意識咁咬一下嘴唇，或者抿一下嘴，甚至嘴角會出現極之唔自然嘅抽搐。呢種嘴部微表情喺心理學上係典型嘅心虛同試圖掩飾慌亂嘅自我安撫動作。緊接着為咗掩蓋佢頭先嗰一瞬間嘅慌亂，佢嘅自我防禦機制會瞬間拉到滿，佢唔敢正視你對眼，眼神會開始飄忽不定。更明顯嘅係，佢嘅聲量會瞬間提高8度，佢會用一種極之唔自然帶住火藥味嘅語氣開始反問你，甚至對你發脾氣。佢會大聲咁講，你乜嘢意思啊？你係咪日日搵人跟蹤我？我尋日成日都喺公司攰到死，你一返嚟就揾交嚟嘈係嘛？你睇佢根本冇正面回答你嘅問題，而係透過發火，透過扯高把聲，透過指責你嚟轉移話題，掩蓋佢內心嘅極度恐慌。一個冇做雞心事嘅人係絕對唔會因為一句普通嘅問話而瞬間暴躁如雷嘅。呢種唔講邏輯嘅反撲同發脾氣，就係佢心有鬼最直接嘅證明。透過對眼同嘴部嘅試探，你心裏邊基本上已經有個底。接落嚟你要睇嘅第三處，亦係最冇得撲食嘅一處，就係佢對你建立起嘅物理邊界，以及佢喺呢個屋企散發出嚟嘅冷漠氣場。女人喺出邊有咗實質性嘅關係之後，佢嘅生活習慣係一定會發生巨大改變嘅。最直接嘅物理邊界就係佢部手機。以前你哋嘅婚姻狀態係正常嘅，佢部手機可能求其抌喺梳化度，你去攞佢部手機睇下時間，或者用佢部手機查啲嘢，佢根本連頭都唔會抬，因為手機入面冇見不得人嘅秘密。但係而家你會發現佢部手機變成咗佢嘅命根，佢只要人喺屋企，手機絕對係機不離手嘅。去廚房煮飯，要將手機袋喺褲袋度；去廁所沖涼，要將手機放喺洗手盆隔籬。就算佢就喺你隔籬坐住睇電視，只要你稍為向佢嗰邊挨近少少，佢就會即刻緊張到將手機屏幕反轉扣喺台面，或者下意識咁撳熄部手機。而且你會發現佢手機密碼突然間換咗，以前佢手機有信息嚟嗰陣，屏幕會着會顯示內容，而家屏幕唔着啦，或者設置咗信息隱藏。
如果夜晚你哋瞓喺同一張床，佢半夜醒咗第一件事唔係去廁所，而係摸手機，甚至有陣時你會發現佢一個人背住你喺背後入面靜靜雞打緊字面上，仲帶住嗰種難以掩飾嘅笑意。只要你一反身，佢就會即刻撳黑個屏幕揸瞓。呢種對手機極度保護同防備，就係最直白嘅信號。嗰部手機已經唔係一個通訊工具啦，嗰個係佢同出邊嗰個男人聯繫嘅唯一地下通道，入面收埋晒佢所有嘅秘密。佢點會咁俾你掂？除咗手機嘅物理邊界，仲有佢自身裝扮嘅改變，尤其係底衫褲嘅精緻化。女人貪靚係天性，買幾件新衫出街好正常，但係你要仔細觀察佢嘅舊擺習慣。如果一個女人以前喺屋企都係着得舒舒服服、鬆鬆垮垮嘅睡衣，底衫褲都係隨便買嗰啲舒服嘅款式，從來唔介意襯唔襯套，但係最近佢突然開始頻繁咁購買一整套極其精緻甚至性感嘅底衫褲，而且呢啲底衫褲佢只有喺出街嘅時候先着，返到屋企即刻就換走咗。你要明白一個男人可能永遠諗唔到嘅邏輯。女人着喺最外面嘅大層筒裙，係着俾行喺大街上面嘅路人同公司嘅同事睇嘅，嗰個係為咗面子。但係佢着喺最入面、最貼身、最性感嘅底衫褲，絕對係着俾嗰個會除佢衫嘅男人睇嘅。如果你哋夫妻之間已經好耐冇咗親密生活，或者親密生活早就平淡如水，佢買呢啲精緻嘅底衫褲，絕對冇可能係為咗取悅你。嗰個係佢為咗喺出邊嗰個人面前展示自己最完美嘅一面所做嘅精心準備。女為悅己者容，呢句話喺呢個時候體現得淋漓盡致，最後亦係最能夠令你感受到呢段婚姻已名存實亡嘅一點，就係佢喺屋企對你表現出嘅嗰種鐵底嘅唔再搣度同冷暴力。好多男人喺婚姻入面最煩嘅就係女人嘅啞鬥，煩佢管你食煙，煩佢管你飲酒，煩佢嫌你返得夜，煩佢逼你去洗腳沖涼。但係你要知道，女人啞鬥你係因為佢個心仲有你，係因為佢嘅全部心思同情感寄託都擺咗喺你同呢個屋企身上，佢對你有期待，所以佢先會去管你。但係當一個女人喺出邊有咗人，佢個心同佢嘅身體都已經轉移咗，呢個時候你喺佢眼入面就唔再係一個需要佢去關心同管束嘅老公，你喺佢眼入面鐵底降級成咗一個同住喺一個屋檐下嘅室友，甚至係一個多餘嘅障礙物。你會突然間發現你哋屋企變得極其安靜，佢唔再尾道理啦。你夜晚去同朋友飲酒，飲到半夜返屋企，佢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打電話催你，亦唔會喺你入門口嗰陣滿面怒氣咁鬧你。你啲衫亂咁抌，你唔沖涼就上床瞓覺，佢都唔理。佢對你表現出一種極其得人驚嘅客氣同冷漠。你哋喺屋企除咗討論細路嘅學習同今個月嘅家用，再冇任何其他嘅交流。佢唔再同你分享佢工作上嘅煩心事，亦唔再關心你最近攰唔攰。你哋明明瞓喺同一張床度，但中間就好似隔住一道跨唔過號嘅冰川。佢點解唔再搣到？因為佢嘅情緒價值，佢嘅情感需求已經喺出邊嗰個男人嘅甜言蜜語入面得到咗充分嘅滿足。佢所有嘅喜怒哀樂都交咗俾另一個人，佢對你冇話可說，係因為佢覺得同你講多一句嘢都係浪費精神。佢巴不得你日日喺出邊應酬唔返屋企，咁樣佢就可以更加自由咁揸住手機同人談情說愛。呢種鐵底嘅情感抽離同冷暴力，先至係婚姻走向死亡嘅最真實寫照。透過對佢對眼氣息嘅觀察，對佢嘴部微表情嘅試探，以及對佢手機邊界同家庭氣場嘅感知，如果你發現呢3點全部都嚴絲合縫咁對得上，咁兄弟，你心裏邊就唔需要再有任何懷疑啦。真相已經擺喺你面前。到咗呢個時候，好多男人嘅情緒可能就鐵底崩潰。你確認咗自己俾人戴咗綠帽，你嘅自尊心受到極大嘅侮辱，你可能恨不得即刻衝入廚房攞把刀，或者即刻將佢掃地出門。但我今日要死死咁控住你。你而家越係嬲，你就越要保持極致嘅冷靜，千祈唔好喺呢個時候即刻反台托牌。
你而家反台有咩好處？你手頭上除咗你嘅懷疑同推測，冇任何實質性可以喺法律上企得住腳嘅證據。你一旦搞大件事，佢唔單止唔會認，反而會順水推舟，以感情破裂你性格暴躁為由，名正言順咁向你提出離婚。更有甚者，如果佢係個心機好重嘅女人，佢會利用你發脾氣、大嘈大鬧嘅呢段時間，開始瘋狂咁轉移你哋屋企嘅存款，甚至反咬你一口話你家暴。到最後，你唔單止冇咗段婚姻，你仲會人財兩空，落得一個無比淒慘嘅下場。既然睇透咗，既然知道呢段感情已經污糟咗，咁你就唔好再去糾結佢愛唔愛你啦。你要好似一個冷血嘅商人咁，將佢當成一個隨時會截款潛逃嘅合夥人去防範。你要即刻收返你所有嘅感情，扮作乜嘢都唔知，繼續同佢做戲。利用佢喺明你喺暗嘅巨大優勢，開始靜悄悄咁查數，摸清楚屋企嘅樓到底有幾多層，房產證喺邊度，查清楚屋企嘅存款到底分佈喺邊啲銀行卡入面，佢張良卡嘅流水有冇異常嘅大額轉注，收集佢出軌嘅實質性證據，例如通話記錄、轉世記錄。你要將所有嘅經濟主導權一啲一啲咁收返到自己手裏。當你將所有嘅底牌都摸清楚，當你將屋企嘅核心資產都牢牢揸實，嗰個時候命運嘅主導權就鐵底揸喺你手度。你盡可以揸住證據令佢淨身出戶，要佢為自己嘅背叛付出慘痛嘅代價。你退可以利用呢段名存實亡嘅婚姻，將佢當成一個免費嘅保姆，直到你完全準備好抽身離開。婚姻到最後鬥嘅唔係邊個更深情，而係邊個喺遭遇變故嗰陣能夠保持絕對嘅理智。唔好用情緒去處理背叛，要用利益去計算背叛。如果你今日聽明咗我講嘅呢番說話，令你喺極度嘅陷怒之中揾返理智，請你而家即刻馬上喺評論區打出絕不衝動查清底牌呢8個字，記住，呢個絕對唔單止係一條簡單嘅評論，呢個係你喺遭受人生重大危機嗰陣同自己立下嘅一個不可撼動嘅死規矩。最後覺得呢條片真係幫到你嘅朋友，一定要記得俾條片點個讚，點擊訂閱。我哋呢個頻道絕對唔講嗰啲令你繼續受蒙蔽嘅虛假感情雞湯，跟住我幫你避開婚姻入面所有嘅明槍暗箭，攞到你應得嘅。結果我哋下期繼續講大實話。